香港特區政府喺2026年2月公布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更新版，除咗回顧10年嚟電動車技術嘅發展，亦更新嘅推動電動車普及化所採取嘅策略同措施。2021年所制定嘅首份路線嚟提出推動電動車嘅廣泛應用，以幫助香港邁向零碳排放、清新空氣、智慧城市願景。首份路線圖亦定下目標，喺2035年或之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，包括混合動力車。路線圖更新版總結政策方向，務實持續推動電動車市場喺本地嘅發展，以達到2050年前車輛零排放。喺原來路線圖嘅基礎上，更新版列出5項工作範疇，共28項計劃措施。喺電動商用車方面，政府將資助專營巴士營運商購置大約600架電動巴士，資助的士車主購置3000架電動的士，物色更多輕型客貨車同電單車嘅型號，同埋完善充電網絡，提升滲透率。政府嘅短期目標係喺2027年年中前，將香港充電停車位嘅總數提升到大約20萬個。當中公共充電咗約2萬支，當中約2000支為高速充電樁，總體充電設施可支援超過30萬輛電動車使用。首先喺環境局會協調各相關政策局同部門，建立以高速充電籌為骨幹嘅電動車充電網絡，並成立工作組，物色適合本地使用嘅電動商用車輛，支援電動商用車普及化。為咗探討解決中國內地同香港電動車充電制式唔同嘅問題，國家能源局同環境局將會合作，就新一代電動車充電技術 Challenge 推出先導計劃。全港首個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現時喺環保園進行建設，預計今年上半年啟用，亦都會提供專業電動車維修培訓課程，培訓更多技工。